同香港人相處，你哋有冇發現咗同大陸唔一樣？唔係話人哋有幾高冷啊，喺呢度就同大家分析一下。香港人唔中意人哋嗌佢全名，都係用英文名稱呼嘅，唔似得好似大陸咁連名同姓一齊嗌。你諗下，好似叫張偉，喺大陸呢邊就幾親切下嘅。第二，香港人生活同工作係分得好開嘅，千祈唔好問人哋買未買房、結未結婚、屋企嘅兄弟姊妹。香港人就會覺得你喺度查佢戶口。如果你想同佢傾偈，咁就揾啲吃喝玩樂嘅話題，或者追開咩劇啊，去邊度旅行，咁就得㗎啦。第三就係時間觀念啦，無論你係同朋友去玩、去食飯或者去做嘢，包括去政府單位，千祈唔好遲到，因為香港就係一個預約制嘅時間。第四，超熟嘅朋友都唔好話去你屋企坐下探下你屋企人，因為香港嘅屋企普遍都唔大，係絕對嘅私密空間，係用嚟放鬆，係用嚟回血嘅。記住，你只可以約佢去食飯或者去咖啡廳。第五，公眾場所嘅靜音，因為你會發現無論係巴士一係港鐵，都唔會有人放聲音出嚟刷視頻。唔打攪人係香港人刻喺骨頭入邊嘅基本素養，所以唔係香港人有幾高冷，只係生活文化唔一樣。